伫这11位得奖的得奖人我要来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足共同的精神就是为了台湾母语的推广保存用尽全力，嘛利用各种的机会有时间有地点，绝对袂放弃啦吼有诶足侪是咱家己的专业伫遮我再次来恭喜嘛感谢咱所有得奖的个人甲团体。市县省迄个主任伊创立的学校咧，咱推动语言，俺记得啦。为选立青岛的法统俺创立出表示伊对语言法统非常支持。但是伊伫本人讲教人小学强校来抗议。我们针对族语的幼儿跟族语的教保部来做奖励，我们也对我们的语推组织跟语推人员做奖励。更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特别颁证感谢状给中央选举委员会，因为他们用16种族群的这个语言来拍摄了选举的，就是鼓励大家投票的影片。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会坚持，所以咱的母语呢，不至于啦讲会安尼会丢失。其实打拼付出是一回事，坚持搁较重要。2、1，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绽放多元语言文化传播的色彩，投入推展本土的行业，将我们的母语传递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是族语结构的研究或族语复振工作的推展等，基本上都不是单一个人能够做到。所以我要感谢，也正如在影片中所说的，我要感谢一群长年以来跟我一起手连手、心连心从事族语结构的研究的语言学家们。我更要感谢我的族人同胞们，因为在族语复振过程中，大家默默无语，大家都携手合作，都往族语复振的这个工作来迈进。有了大家的团队研究、团队合作，族语的复振才往前踏进。